另外来看，这民众党的李正秀呢，是受人质疑无放弃中国籍，那准互伊做立委，安尼恐惊是会有国安问题。即马党内是指出讲，其实李正秀呢已经甲中国提出申请啊，预计明仔载宣誓就职的时阵，就会对外来说明。 民众党主席吴国昌透早出现伫党中央，因为立法院新会期民众党团大晚会，地保6人加做新科立委，先由吴国昌调集开会讨论优先法案，其中台中七机关陈清良就任党团总调，台北护理大学教授区会路出任干事长。我来不及。明天同意，明天同意，好吧？好。 都是好朋友。也希望不管是蓝的或者是绿的，也能够抱持这样的心情，就是开启开放的一个态度，而且在态度上也应该是理性温和，不要使用一些攻击性的言语。中选会也颁发予6人当选证书，上引人关注的是头一位有6批新婚立委李正秀，伊选择无伫媒体镜头前出现，前一日红媒着还未放弃中国国籍，态度也真低调。 内政部阁表示，李正秀爱伫1年来完成失去中国籍的手续，敢是会影响未来李正秀调阅资料甲接顺官员职权，也引起关注。同时，民进党立委继续质疑李正秀若就职，将会有国安问题。30秒就可以搜寻列印出来的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申请表。 为什么30秒的动作，李正秀未来的委员不做？陆配就是回到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去做相关的处理。对于立法委员职权的行使，哪些应该提供资料？ 哪些是属于机密，其实都有相当一定的规范。如果中选会认定李正秀是具有可以参政的资格，为什么内政部说他没有？那么李正秀委员呢？他其实已经按照了台湾的规范，到中国这边去申请放弃国籍。批评两亚讲法未输霸凌新住民，民众党指出伫当前两岸现况之下。 还未有人成功放弃中国籍，佮强调李正秀提3宣誓就职时，会亲自说明已经向中国提交相关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